妹平安。喺咧30幾年前咧，即係1994年嘅時候咧，新加坡嘅門徒訓練嘅童工咧就第一次嚟香港啦。聽到啊，係咪？聽到啊。30幾年前嘅時候咧，新加坡嘅童工咧就第一次咧嚟香港咧訓練香港嘅童工，訓練咩咧？就係門徒訓練啊。就喺1994年嘅時候咧，佢哋第一次嚟香港訓練香港嘅童工，裏邊咧有牧者啦，有信徒啦。當時咧，如果大家識得一個叫鍾永強咧，佢係連神學都未讀㗎，當時係咁咧就，咁我咧就有幸咧喺當中咧成為咗咧其中一個接受訓練嘅童工，所以我係第一批教紅色門徒嘅人嚟嘅。咁但係咧喺受訓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晚上咧，我哋咧就盡地主之誼啦，接待新加坡嘅童工咧出去宵夜。咁咧就喺宵夜嘅過程裏邊咧，新加坡嘅童工咧就突然間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咧香港嗰啲牧師咧睇落去咧就唔似牧師嘅，新加坡嗰啲牧師咧一睇就知道佢係牧師嚟㗎啦，咁啊。於是乎咧，當時我就問佢，我話點解咧？係咪新加坡嗰啲牧師有牧師兩個字作住喺個頭度嘅咧？咁樣，跟住佢話都差唔多㗎啦，咁樣。佢話咧，因為咧香港嗰啲牧師咧就可以咧就即係同弟兄姊妹咧出去咧吃喝玩樂啊、飲啤酒啊、食宵夜啊咁樣。佢話但係因為咧新加坡嗰啲牧師咧，佢哋有偶像包袱嘅，所以咧佢哋咧好少咧會同弟兄姊妹咧一齊出去吃喝玩樂，佢都係咧同啲弟兄姊妹咧會保持啲距離。就算出去飲啤酒食宵夜咧，都係自己啲牧者咧出去做呢件事嘅啫，就唔會與弟兄姊妹。咁啊，一嚟係因為當時啊30幾年前新加坡就係相對地比較傳統嘅地方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呢個咧的而且確咧就係唔同嘅文化背後咧，唔同嘅人咧，佢哋去點樣睇自己嗰個角色同埋身份。各位弟兄姊妹，我今日嗰個講題咧係這就是記號了。對於香港嘅牧者嚟講咧，常常同弟兄姊妹一齊生活啦，冇分你我啦，真係一齊吃喝玩樂啦咁樣。呢一個咧對香港嘅牧者嚟講咧，呢個係佢哋嘅記號嚟嘅，就唔係我哋啊，係佢哋，我係其中一個嚟。咁樣都係我哋嘅記號嚟嘅，就係同弟兄姊妹一齊生活啊，一齊去玩啊，成啊咁樣。但係咧，相對於當時嘅新加坡嘅童工嚟講咧，保持距離咧，先至係佢哋嗰個記號嚟嘅，即係唔好黐咁埋，大家咧有一定嘅距離，保持翻自己嗰份神聖性啊嘛。其實咧裏邊咧冇邊個係好啲，邊個冇咁好嘅。但係重要嘅就係咧喺背後，究竟你點樣去理解你自己呢個身份，同埋你點樣以你嘅表現去表現你所理解嘅呢個身份咧咁啊。例如咧，可能我哋今日咧仍然對某啲嘅職業咧，我哋好有期望。我哋覺得某啲職業嘅人咧，佢嘅道德水平應該係比其他人高啲嘅。又或者咧，我哋覺得某啲職業咧，佢哋嘅紀律咧應該係比其他人好啲嘅。當然，最後而家就肯定好多時都唔一定係咁樣啦。咁但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哋又有冇諗啊？我哋其實有冇一啲表現係需要比其他人表現得好啲嘅咧？以至到啲人一見到我哋就知道，哦，原來你就係基督徒，或者哦，原來基督徒就係咁樣嘅咁樣。呢一個就係我今日嘅講題，這就是記號了。其實如果我哋熟悉哥林多教會嘅話，我哋都知道咧，哥林多教會本身咧係一個喺當時嘅羅馬嘅人管治之下咧，一個好重要嘅港口嚟嘅。呢個港口裏邊咧有大量嘅商業活動，又因為咧有商業活動，有即係生意往來，所以咧因為嗰個地方揾到食，所以咧亦都聚集咗咧好多唔同國籍同埋唔同文化嘅人。又因為咧聚集咗呢啲唔同國籍同埋唔同文化嘅人咧，佢哋嘅宗教信仰咧相對地亦都比較複雜，文化咧亦都比較多元嘅，以至到咧喺道德上邊咧，哥林多教會呢一個地方咧，其實相對地咧係比較低俗，充滿住淫亂、醉酒同埋拜偶像。同時咧，又再因為咧呢個地方咧係比較富裕，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咧有學識嘅希臘哲學家啦，同埋一啲咧雄辯滔滔嘅人咧住喺嗰個地方嘛。因為如果你認識下喺大學裏邊嘅學科嘅話咧，你都知道咧讀哲學咧其實係揾唔到食嘅。咁所以咧，只有喺一啲富裕嘅地方咧，啲人咧會諗多啲嘢咧，哲學咧先至有用嘅，即係好實際咁講。咁所以喺嗰啲嘅地方咧，亦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哲學嘅人啦，好多咧係思想家喺裏邊。
可以咁樣講，哥林多呢一個地方呢，係一個既富裕、思想又多元，同時其實亦都充滿住傲慢、混亂、道德亦都非常之鬆散嘅地方。而哥林多教會就係由保羅所建立喺一個咁樣嘅地方裏邊呢，去即係建立教會。所以哥林多教會裏邊呢，同樣都係充滿住唔同嘅身份啦、唔同嘅國籍啦、唔同嘅社會階層嘅人呢，佢哋聚集喺教會嘅當中。同樣同哥林多嘅社會差唔多，裏邊呢有富裕嘅人，有貧窮嘅人，有恩賜，亦都有資源。相對地，哥林多教會呢係比其他教會豐富。但其實喺屬靈程度上面呢，哥林多教會呢，佢係長期處於一個好似初信咁樣嘅狀態。嗰班人呢喺信仰上面呢，有好多疑問，有好多掙扎，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嘢發生。所以咧，今日當我哋睇到咧哥林多前書第2章嘅時候咧，保羅就話佢唔係用高言大智嚟到去講信仰，就係因為咧對於哥林多教會嘅好多人嚟講咧，信仰應該係一啲好高階嘅嘢，同哲學一樣，係可以咧越辯越明嘅，係可以咧係不斷咁樣咧嚟到去討論嘅，即係齋討論啫咁樣。然後咧，保羅喺2章6節咧又話啦，喺成熟嘅人裏邊咧，佢哋所講嘅唔係今世嘅智慧，而係將要滅亡嘅人嘅智慧。正正咧就要表達俾我哋知道，我哋嘅信仰所講嘅唔係一般人所講嘅聰明或者所理解嘅道理，而係咧充滿住奧秘同埋智慧，甚至乎係一個充滿住矛盾嘅一個信仰。例如2章8節，保羅再講到，佢話主耶穌咧係俾有權有位嘅人釘喺十字架上，然後咧又話上帝為愛佢嘅人所預備嘅咧係從未聽過、從未見過，亦都從未想過嘅。即係話咧，唔係人咧嘅想像咧可以想像得到。對於一般人嚟講，既然一般人會覺得，既然嗰個係救世主，一個咁勁嘅人，佢又點會輸俾嗰啲有權有勢嘅人咧？係咪？所以咧，對於哥林多呢個地方，好多人咧，佢哋都唔明白。保羅成日講呢個係神，但係點解呢個神會輸俾人嘅咧？咁樣，所以佢哋好多人都唔明白嘅喺當時。然而咧，我哋今日都知道耶穌基督被釘喺十字架上邊，佢唔係輸咗，係咪？而係贏咗。贏咗啲乜嘢咧？就係贏咗當時嘅人認為必須要成功，必須要夠威，必須咧人嘅價值同物質甚至乎金錢嘅價值係要掛鈎，甚至乎掛鈎到咧一定嘅程度，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個價錢嘅。佢係戰勝咗啲咁樣嘅價值觀。所以保羅指出咗屬血氣嘅人，佢唔會明白咧上帝嘅智慧係幾咁嘅高深。然之後14節，保羅又話屬血氣嘅人唔能夠接受上帝嘅靈所啟示嘅事，反而咧覺得呢啲係蠢事嚟嘅，即係上帝嘅啟示咧係蠢事嚟嘅，讓佢哋咧唔能夠明白。唯有咧屬靈嘅人咧先會明白上帝嘅道理，能夠咧看透萬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真心想理解、了解上帝嘅工作嘅話，其實簡單嚟講係，如果我哋只係用世人嘅價值、世人嘅眼光嚟到去了解嘅話呢，其實我哋好多時唔會明白上帝嘅心意係點樣。講得難聽啲，其實呢一個嘅記號係必須要我哋常常同上帝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常常了解上帝嘅心意，先至可以知道。所以咧，簡單嚟講係，我哋成日都會話所以我哋需要祈禱靈修。不過呢，好坦白講，有冇祈禱，有冇靈修，其實係自己知嘅就好老實。即使咧一個冇靈修冇祈禱嘅人，佢外表仍然係可以顯示得好敬虔，仍然咧可以咧表現到自己好屬靈。但係一個真正屬靈嘅人，佢唔單止只係自己嗰個表現到係咁樣，而係佢嘅內心亦都充滿住同上帝嘅關係，同時好自然地喺外顯嘅行為上邊，佢都會好自然咁樣嚟到去流露。所以喺馬太福音裏邊，耶穌亦都有講到今日所讀嘅經文，就話咧，我哋要喺世上作鹽作光，喺世上咧為主嚟到去做見證。作鹽作光，我哋咧都好多時聽到好多年。道理其實好簡單，一啲都唔複雜。作鹽作光就係咧喺世上咧去有調和嘅作用，
然之後咧作光就係咧能夠咧可以照亮即係人嘅心咁樣。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嘅理解嘅。但係隨住時代唔同咧，我哋知道咧其實鹽同埋光咧功能係多咗，比起當時咧係多咗好多㗎。例如鹽，我哋都知道嚇，主要係調味啦，係咪？咩叫調味咧？鹽係調味，糖又係調味，辣椒都係調味。咁鹽嘅調味係咩意思咧？咁樣其實鹽嘅調味咧，嗰啲廚師講啦，一個好專業嘅字眼啊，叫提鮮。知唔知咩叫提鮮啊？就係將嗰啲鮮味攞出嚟啊嘛，係咪？係鹽先做到嘅，其實糖做唔到提鮮㗎，其實係鹽先做到嘅啫。又例如咧，其實鹽咧除咗提鮮之外咧，其實係減苦味嘅喎。即係如果嗰啲食物，例如即係苦瓜嗰啲太苦咧，鹽係可以減低佢嗰個苦味嘅喎。仲有就係咧，我哋都知道啊，其實不過我哋冇留意啫。鹽係可以令到食物嘅保鮮期增加嘅，係咪？例如鹹魚啊嗰啲咁樣醃咗可以擺好耐㗎嘛，係咪？鹽係可以令到食物嘅保鮮期咧係即係保存得耐啲。其實鹽亦都係殺菌嘅作用㗎，係咪？即係我哋今日嘅人咧，對於鹽嘅了解咧多咗好多。其實同樣光都係啊，光咧聖經所講就係愛嚟照明，係咪？要放喺燈台上，唔係放喺即係床底下咁樣，咁你等人哋見到光咁樣。但係其實光我哋都知道咧，除咗我哋照明之外咧，其實係做光合作用好重要嘅部分嚟㗎，係咪？有光咧，啲植物先會生長，係咪啊？然之後咧，人咧吸收呢個維生素 D 咧，亦都係提升免疫力嘅過程嚟嘅，同埋咧調節人嘅情緒嘅。即係咧有陣時你唔開心，出去曬下太陽咧，個人會開心啲，係咪？呢個亦都係光嘅作用。甚至乎如果我哋講緊一啲科技嘅嘢，光纖嗰啲咁樣嘅嘢，都係同光有關係嘅。所以咧好多醫療通訊嘅重要工具其實都要靠光嘅而家。所以你咁樣聽，你會發現作鹽作光唔係純粹係講緊我哋調味或者我哋照明其實功能咧係可以多咗好多。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馬太福音5章16節今日所講嘅嗰個經文咧，耶穌話要作光作鹽，其實讓人睇見我哋嘅好行為聖經咁講，就能夠將榮耀咧歸俾我哋在天上嘅父，在天上嘅父。其實咧就係提醒住我哋咧，我哋要以我哋自己嘅行為作為記號啦，反映我哋嘅信仰。所以咧，如果我哋頭先解釋下鹽同埋光嘅作用之後，其實就要讓我哋去思想好重要嘅嘢。如果你要作鹽嘅話，除咗係調味之外，能唔能夠提鮮嘅咧？咁樣你能唔能夠咁樣去諗下？你喺地上要作鹽，其實咧除咗係傳福音見證之外，你會唔會想下，其實你都需要喺家庭或者工作崗位上邊作為一個調和嘅角色嘅咧？因為呢個係鹽嘅功能啊嘛，係嘛？作為一個調和嘅角色嘅咧，你能唔能夠讓迷惘或者處於黑暗嘅人睇見出路？呢個係光嘅角色啦。但係你又能唔能夠喺呢一個充滿混亂、充滿病嘅好病嘅社會裏邊咧，去殺菌嘅咧，幫手咁樣得唔得？呢個都係鹽嘅作用，都係光嘅作用嚟喎，係嘛？喺混亂喺即係喺有病嘅當中嚟到去殺菌。我哋要作鹽，我哋要作光，本身其實鹽同埋光咧係有好多嘅作用嘅。今時今日，所以對我哋嚟講係乜嘢咧？簡單嚟講係咧，我哋唔好覺得我做咗就係做咗，其實我哋可以做多啲，因為鹽同埋光嘅作用遠遠超過以前嗰個嘅理解。同樣今日我哋唔好覺得當日嘅教導我做咗就做咗啦，我做咗奉獻就叫做做咗啦，我返咗教會崇拜就叫做做咗啦。其實喺今日呢個世界裏邊，我哋咧每個人都充滿住壓力同埋挑戰。但係咧，就正如保羅喺羅馬書所講，罪喺邊度顯多咧，恩典亦都會顯得更多。所以我哋能唔能夠喺呢個充滿混亂、充滿罪惡嘅世界裏邊，一方面我哋睇見上主嘅恩典，同時我哋又做好見證，並且係做多啲咧，能夠做多啲咧，以至到我哋能夠真真正正去發揮鹽同埋光嘅作用，能夠調和人之間嘅關係，提升自己同埋別人生命嘅味道咧。我留意下，唔係講緊身體嘅味道唔係提升人哋嘅身體味道，而係提升生命嘅味道咧。咁能唔能夠咧喺黑暗裏邊咧，靠住上主嘅智慧，讓自己發光，讓別人睇見出路咧？甚至乎能唔能夠讓呢一個充滿疾病嘅世界成為殺菌嘅作用咧？
呢一啲都係作鹽同埋作光可以做到更加多嘅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既要有同上主而嚟嘅智慧，同時我哋可以諗點樣做多啲，為主嚟到去作見證。最後我想講一個咧非洲嘅皇帝嘅故事。呢個咧其實係真人真事嚟嘅，就係咧非洲咧有一個最窮嘅部落，裏邊咧有一個老皇帝。佢咧都見到咧自己嘅國家咧都冇乜出路㗎啦，因為咧成個非洲最窮喎，肯定係最窮啦，咁係咪？可能係全世界最窮添嘛，如果佢係非洲最窮。咁所以咧呢個老皇帝咧就好想咧個國家咧有進步，於是乎咧就將自己個皇孫咧，即係佢個孫咧，就擁咗去德國讀書，將咧差唔多成個國家所有錢攞晒嚟啦，就係供咧呢一個皇孫咧去德國讀書。咁結果咧呢個皇孫咧都不負眾望咧，就喺德國咧讀完2個學位，一個咧就係工程，一個咧就係教育。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都諗住咧讀完之後咧可以翻返去建設自己嘅國家嘅。但係當佢讀完之後，佢發覺其實咧翻唔到去建設自己嘅國家嘅，因為德國呢咁先進嘅國家嘅工程同埋教育咧，喺佢最落後嘅地方係用唔到嘅。佢發覺，咁所以佢讀完之後咧，佢最後決定我都係唔翻自己國家啦咁樣。可能咧聽到呢度，你會覺得話你咁不負責任嘅，成個國家嘅錢俾晒你供你讀書喎，係咪？喺德國讀書讀到仲要2個學位㗎嘛？佢唔係放棄咗佢自己嘅國家，佢最後做啲咩咧？就係佢繼續留喺德國打工，然之後將佢揾到嘅錢咧，大部分寄翻去自己嗰個部落嗰度，幫助自己嘅部落咧嚟到改善部落嗰啲人嘅生活。然之後咧，佢定期咧就會翻去運用佢嘅技能咧，去令到自己嘅國家建設咧，慢慢咧咁樣好起嚟。因為先有錢翻去，個人又再翻去，所以咧佢一年咧大概會有1次或者2次咧，就飛翻去德國咧放假嘅，飛翻去非洲咧放假嘅時候咧，翻去做咩咧？翻去起路啦，翻去咧開井啦，咁樣翻去做啲咁樣嘅嘢，翻去咧教嗰啲人讀書啦，咁啊，一年咧大概會有1次至2次咧，就由德國咧飛翻去非洲做啲事。咁啊，然之後咧大部分時間咧，佢就繼續喺德國咧嚟到打工。咁啊，其中一張相咧就影住佢咧着住嗰啲藍領咧嗰啲成一件頭嗰啲，大家知係邊啲啦？係咪一件藍色咁樣？啲藍領嘅人，即係我以前都會着嗰啲衫啊，嗰啲咁樣嘅衫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咁樣啦，喺德國打工，寄錢翻去，然之後1年咧就翻去1次2次，就翻去建設自己嘅國家咁樣。其實喺德國咧，冇人知道佢呢個身份嘅，直至到幾時有人發現原來呢個人係皇帝嚟嘅咧，咁樣或者係皇孫嚟嘅咧，就係咧當有一日有一班咧德國嘅官員，有一班咧非洲嘅官員，大概咧3、4個度，咁咧就去咗德國咧揾呢一個人。個原因係啲咩咧？就係咧要喺德國咧加封佢加冕佢成為皇帝。所以當時嗰人先發現原來同我一齊打工嗰個係皇帝嚟嘅，真係打工皇帝喎呢個咁樣。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就因為咧阿爺爺啊，即係嗰個皇帝咧就過咗身。本來佢係順位第3繼承人嚟嘅，即係佢仲有阿爸、仲有阿哥可以繼位嘅。但係原來佢嗰個部落咧左優咧係會帶嚟不幸嘅，而佢阿哥同埋佢阿爸係左優嘅。結果佢就成為咗第3個，亦都變咗第1個咧繼承人。所以咧當時咧佢嗰個部落嘅嗰啲官員咧就去咗咧德國咧去加冕佢成為皇帝。當時咧佢嗰啲同事先至知道原來你係皇帝嚟㗎咁樣，一直咧同我一齊打工都唔知你係皇帝，原來你咁勁㗎咁樣。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其實你喺上帝嘅裏邊你都係皇孫嚟嘅？其實咧你都有一個獨特嘅身份，係咧被上帝所使用，或者咧成為喺地上邊嘅繼承者。就好似耶穌基督所講，佢嘅門徒要做嘅係比佢更加大嘅事情，以至到我哋能夠好好咁樣去想，我哋究竟點樣去表現到呢一個基督徒嘅記號，表現到呢一個基督徒嘅身份，以至到咧當有一日突然間人哋發現原來你係基督徒嚟㗎，原來你咁勁嘅時候，能夠將榮耀歸俾上帝咧。盼望我哋都繼續去尋求上主嘅心意，並且以我哋嘅行動去表現呢一個榮耀嘅身份，以至到我哋能夠好好咁樣嚟見證我哋嘅主。願主都賜福同埋使用我哋。